依家香港無論係做網店、專業人士定係本地中小企，人人都要拍短影片 （Short Reels） 嚟吸客。但係好多老闆其實每日忙到連瞓覺都冇時間，根本冇預算，亦都冇精力去慢慢剪片，同逐粒字配翻個字幕。唔好以為人人都好叻用手機工具，普通人去幫佢哋做短片後製，其實就係一個最貼地、簡單直接嘅變現方法。普通人想用 AI 工具揾錢，呢一個高需求又非常直接嘅切入點，就係幫本地嘅商家 KOL 又或者實體店去做短片剪接同埋配字幕嘅服務。而家個個都用互聯網推廣，每一條嘅短片都要求節奏快，有字幕先會有人睇。你嘅機會就喺呢一度。操作嘅步驟好簡單，第一步你可以先去觀察一下一啲有拍片，但係剪接比較粗暴單調嘅，又或者冇上字幕嘅一啲 fan page 或者 IG， 直接 PM 老闆。第二步可以利用而家最流行嘅 AI 剪輯工具，例如話剪影或者開拍，一鍵幫影片生成自動字幕，自動切除廢話同靜音嘅片段。當然你唔好完全交晒俾手機啦，你出嘅係最後嘅錯別字校對、排版字體同埋加入一啲適合嘅 emoji 嘅一啲對接思維，確保嗰條片經過你手之後咧係會有質量嘅升級嘅，而且節奏係啱網民嘅口味。放工接一兩個客，每日可能剪一兩條片，其實已經係幫自己又變相加咗人工。AI 工具雖然又快又勁，但係唔係個個老闆都識得呢一啲科技咁善用手機，同埋咧識得同 AI 打交道，又或者有好多時間去逐秒咁調整時間軸嘅。咁更加多嘅老闆反而係想俾錢揾人去幫佢直接解決問題，所以只要你行前一步，將 AI 工具變成解決方案，呢一度呢就係新嘅創業商機。想解鎖更多最新最貼地嘅商業變現方法，即刻下載創業家 App， 每日學習新嘅創業同副業思維。我哋 App 入邊見。